谢大家的时间来听我的分享。然后在准备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刚好也在顺便准备我的个展，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因为个展要求创作者要去，如果他没有策展人的话，面对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去重新检视一下。所以我就答应楚堂说好，那我们就来做创作分享。那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这如果是一个创作分享，就要尽可能的诚实一点，而不是像我的作品里头一样一直在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行话。但是呢，但是我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的计划就是，我有想讲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没有很有逻辑，那就大家可以包涵。那当然，我们要讲事情之前，就是要有一个好像一个引子，一个引诱你想要了解的东西，那就是我想到的这一句，这个分享的 title 就叫做他们说表述也叫做关节。那这个我想要就是把它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他们说，然后表述跟关节分别都在我的作品里头扮演了一些角色。我先简短的讲，然后之后我们可以在我的作品分享里头找到一些线索，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更多针对这些关键字去发展。那他们说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常你在看美剧的时候会听到，就是他们说怎么样，他们说，所以人们不是这样说的吗？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在台湾的情境里头会在翻译文学里头听到的一个词汇吧。那他们说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是谁说的但也许就有这样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它就是围绕在我的环境里头，所以我就也跟着这样说。那在这里我想要指的他们说就是一个，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创作者的身体外面他的环境，然后他不断接收到的那些讯息，这是我的创作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说。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从环境、从身体外面得到的一些讯息。好，那接下来是表述，表述其实就是说话，但是表述它要叫表述，除了它听起来比较学术之外呢，表述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某件事情，它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说话，说话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以为说话有它的重要性。或是他跟一个冲动的人在地上哭闹是不一样的。想象我们在做心理咨商，心理咨商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定，就是你跟你的咨商师不能有身体上的接触。那这后面的预设是因为我们能够更成熟的、更长大的去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讲某一种 acting out， 某一种另外一个例子，出柜好了，出柜我们都想象出柜就是爸妈我是 gay 这样，这是一个用讲去代表一整个事件，或是跟一整个认同。但是我觉得啦，在我的想法里头，我的出柜的表述，我是 gay， 或者是结婚的表述，我愿意，这些东西都被高估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尤其在艺术圈里头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关注的东西，它都是没有形象的，它是表演，它是一幅画，或者它是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就会更依赖讲话去讲清楚我们在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表述的高估在艺术里头，我觉得是更加严重。然后待会我应该把这个。OK， 反正就是一个被高估的东西。好，待会呢，我在我的创作背景里头，我会再回到这里来，我会提醒自己，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最后呢，关节，其实为什么表述也叫关节？它是来自一个翻译的词，就是 articulation。articulate 就是去讲，去清楚的把东西讲清楚。那 articulation 的另外一个意思，在骨头科学里头，就是关节。关节就是一个充满韧带跟软骨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它是为了让你知道2个骨头不要撞在一起碎掉或是磨掉。那这个关节它的作用，我其实没有很仔细的去想，但总的来说，我要讲的是，
它是一个去把东西连接在一起的方式。那这也是我们通常在讲话的时候最主要的功能。好 ，talking shit 好，那接下来呢，我稍微介绍一下我的创作的背景，就是我如果从大学开始算是创作的话，我应该已经创作9年，但是如果加上我从小看动手玩创意，那就是这是一个人生志业啦，就是关于创作这件事情。我的创作呢，多半都是从讲话跟影像，这2个东西的组合去谈论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好，这是创作很玄的地方，所以我就是比较难讲。我先讲，好了，我可以再讲完。是，我先。回到现场，我好像觉得我在跟自己讲话，但我其实在跟大家讲话，所以这个东西 ，OK， 创作很多年，呀的，好，然后，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件作品，这个作品是一个展览，我办了一档个展，然后这个个展当然就没有很多人来，然后我对于形式的掌握也不是那么精确嘛，就是可能有一些文件啊，有一些照片啊，有一个假屌吸在墙壁上面，然后用一块彩虹形状的彩虹图样的布盖住。然后展览完之后呢，我就去把这个展览，我算是去做一个影像记录吧，但那个影像记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用我很主观的视角去把我想要在这个展览里头讲得更清楚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呢，再到另外一个空间，它像是一个会谈室里头，我就像这样子的讲话方法，我就一边放那个我在我的展览、我的个展的现场的影像，然后一边跟观众说：“哦，你看，我们现在来到展览的入口，没有？你看这里有一个作品，没有？你看这里有一系列的摄影，这里也没有。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只是它更为私密。那这个东西，这个行动，我的另外一个作品。那我在回想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已经做了一档展览，但它还不足够，我还需要再讲一次？那虽然这个答案可能很个人，但我们仍然可以去问的事情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赋予它一个意义吧？就是为了要去。就是因为你不能做某件事情，事实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都不需要理由。但是，也许是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的学院，就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虽然我们就是都是创作者，所以呢，我就想说为什么做一个展览不够还要用说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嘛。那它的意义就是在这个例子里头。我可以去说，也许在同一个世界里头啊，你去经验它，跟你阅读它的文本有一些差异。但有人听得懂这个差异是什么吗？我是不懂啦。那如果你要去读大地艺术啊，或者是因为大地艺术很多时候都用文件去呈现，去谈某种现场跟文件的关系，那是一个。那里有一个叫做艺术论述的空间，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各种意义，去诠释你要做什么。但我发现，我发现，不是我发现了，我得要是的发现，在我这样子的创作过程里头。我到底在干嘛？好，看作品。那我们就先看一件作品，叫做《听说热带流》。听说热带流这件作品是，我们稍微看一下，会更大声。小花姐。一个高音啊。
get it up. A cup of noodle, caramel. Eating. Hammer eating. Meat made in dogo. And here's a made dogo and dogo made. They're mating dogos. They're mating dogos. Hey, Ray. So this is my plan. It's called laptop flip flop. So you see a laptop and the flip flops, and here's more flip flops. So you know, laptop flip flop. So yeah, it's like a laptop, and then you flip flops it, just like this. Can you tell us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re wearing? I am Loretta, wearing Pima. 在大家期待着表演者出场的鼓噪，到一遍鸦雀无声的屏气宁静之后，他又呜呜了一声。哦，你知道毛毛的英文？毛毛的英文是 Beanie。Beanie， 比宁，屏气宁静，屏气宁静 ，Beanie， 比宁。你为男朋友挑选礼物，在交往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这份礼物得要能充分承载记忆，并且时刻彰显爱情的长度。例如，你总是细心剖析他那难以捉摸的心情。细心剖析，细剖 ，zipper， 细剖，细心剖 zipper。好，这是我这我2018年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用这件作品去谈我现在遇到的困境是蛮合适的。那这个困境要怎么谈呢？我很喜欢这件作品它传递的态度。这个作品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会没有了解？你如果不理解，这里面好像看起来像是笑话，这种很果断的语言 ，the jokes on you， 就是它看起来它的格式是铺陈，然后揭露，所以它应该要是一个笑点。有些人可以接受得到，有些人可能没有接受得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抛光过后的词汇，跟它组成的这个句型结构里头，对于那些有困难接收笑点的人，他是展现一种态度的，就是你如果不理解的，就是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你不理解有一些语言就是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应该是说，我一直觉得，不行，我是讲我写的东西。那我们讲一下这个作品的秀展。好，我都讲完。它是这个作品的开头，是我从我的瓜地马拉的朋友他的英文腔调里头得到的一个灵感。他就是当他说毛毛的时候，他就会说，因为毛毛是 beanie， 就是豆子小豆豆 beanie， 可是因为他有瓜地马拉的背景，所以他就会说 beanie。然后我就发现，因为他的口音，这个英文的词汇在中文的身体里头找到了一句在中文里头找到身体。我说身体的意思是说 beanie 有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在英文里头栖息在 beanie 这个词里头。但是如果今天因为他的口音，让我可以把 beanie 写成屏气宁静的屏宁这两个字，那这个词汇它就在中文里头找到一句身体。那通常这也是翻译词很习以为常的途径，就是好像每个词都是一具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它只要被一个意义灌入之后，它才真正火起来。比如说麦当劳，如果我们没有先前的知识关于这是一个连锁产业，我们怎么会知道麦当劳它能够意味什么东西？三明治、民主，还有这些外来语都是如此。黑人、玻璃、大陆妹这些词汇，它都承载了一个意义。然后我觉得，通常外来语的问题是，好像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相信灵肉分离，好像这个预设背后就是，反正麦当劳或者是麦当劳之类的，就是你只要换一个字，你只要把这个企业的形象再重新注入里面，它就又变成你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它展现了一种对于文字这个容器，它作为一个身体的轻视，好像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身体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把灵魂灌进去，也就是它的意灌进去就 OK 了。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不满意。那换句话说，我们重新用一个更精炼的语言去讲刚刚这件事情，就是语言它怎么样去指涉一个事物，它其实是充满惯习的。那惯习跟任意性它是一个传统它具有任意性，也有武断性，而且事实上任意跟武断这两个词汇在英文里头都叫 arbitrary。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以为没有来由的东西，它其实也可以是有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文化，它很武断的注入的这个意念。那惯习它同时也具有约束力，当然也有创造力，它创造约束。那这是一个我的感觉，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 beanie 已经在中文里头找到了一具身体，那我要怎么样？去尊重，或者是去让这具身体能够更被当成一个独特的个体对待。那通常我们在讲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忽略掉这个身体跟它的经验、它的伤痕、它的差异性。那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被转化成脉络，也就是历史。所以我就得要去帮beanie这个好像等着只是被毛毛的意思注入的词，找到一个他自己的过去。所以我就找屏气凝神，屏气凝神是一个真正的词，真正的成语。可是它因为它是真正成语，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绕开它，所以我就选择屏气宁静。屏气宁静听起来好像我是蛮喜欢的，所以屏气宁静就变成了丙宁的前身，它经历过屏气宁静才成为丙宁。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作品里头，我们会看到屏气宁静也不是一个腾空出世的东西，它是在观众们期待的，它是在观众们。哇，你知道毛毛的英文毛？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讲了一个很棒的东西，所以我快讲完了。好，屏气宁静的身体就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就是屏气宁静的脉络的意思，再更自然再更
直白来讲，它就是语境。我们在智商的时候，我们会讲语境，语境跟脉络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小视窗里头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语境，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刻会使用"屏气宁静"这个词。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最后，这个作品很有趣，是因为它的发生的场景，因为我的媒材是影像跟装置，它之所以会有一种任意的武断的感受，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头，然后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头，当我们的身体被截取成影像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跟影像相处的方式，它就不再只是就是在你的手机上面这样缩放影片，就那个尺幅变的时候，你就要这样，才可以把那个影片，你才可以跟它互动。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点，关于这个作品。好，谢谢大家。